也米拉突然死个月，我表个龙为落着落出去，我没几个嘛都通个没，都都我呀落着还些去，空中我呀空中啥子都吃了死个多，我就他妈娘都铺上去，你也上我的看见嘛说话结果的，这对我落注意。마다야 가래나. 나야 니 마다야 가래나. 那让亲密的能力让你个对。而未来他们还将会帮助更多的人来圆梦。我们也呼吁，希望社会上有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伸出你们的援助之手。向右边看。好。现在向左边。哎。好的，好了。涂丹的眼睛需要马上手术，再耽误下去的话，恐怕就保不住了。这样，明天就带他到医院来。查住了，哦，热辣的，怎么对？看火车，看火车，看，看火车，看，火车开过来了，火车开过来了，大家往后站点儿，老师。火车上怎么那么多房子呀？火车上怎么那么多房子呀？那不叫房子，那不叫房子，叫车厢。叫车厢。里边可以坐很多人。语音地图开启。拉萨。火车好长啊。贵阳。柳州。湖州。广州。火车好长啊。澳门。深圳。车头都那么远了，车头都那么远了，车尾还在这儿呢，车尾还在这儿呢。火车跑得快，出梗，给他。
조스만 게 년초를 본게 접촉잖아 걔는 소리에서 소화용这都在给俺这两个吃也开连差不多。나절 회사 튼지 니송기나 인지深圳도 레바지오레 예시 되수 난장제는 나주 처음에 고급디 쇼네레 니 공조 켈린제유 제장 니 공조 로팜도 좀可能지花钱不得？啊，花钱不得姐？学姐。我那里有酒店，咱们都跑不去了。看这些这个当完了，2点了。这都在没有这里来，给我小的速度，给我下个小的速度。他不送。看到西线当完了，了，可是罗去这里，可是看到西线当完了，罗去这里，可是西线当完了。他在年榜上。
爸爸出来天下。电话第57行至第67行，江导演。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留言。江导演，我是你的老师，我们晚点到拉萨。等这谁也你噻？对，还有我们坐飞机的、吃的、睡下的地方。这是奶奶让我就给你带来的。주된 콜을 남이 가져야나. 주된 콜을 남이 가져도. 나서 밥에 써도. 걔도 가봐줘니 봐. 아주 냐냐나 너니. 너무 고생이지. 링도 엉터 가지고.
lamkhole de me chas lamkhon diga ngan jong me sha ta sha gesin juda no na khande shore yin gin ji chob min do搜索地点或地址，正在编拉萨市，从日喀则市出，终点跟踪，打开，当前位置日喀则地区，前方无名路。昨天蹲啷个都给人打死的。蹲啷个就要不着，俺啷个俺就要吃的，他人车上俺就啷着。徒弟，徒弟。让过来打你这个多快！昨天打俺就吹当过，找。全部见过，我说还不给。饶是说，这头的我是狗的，这两头呢我是中国买的。人想不多哎。啥话听到？你呢？我两个现在进度呗，那我这三百块钱能交下来，人是人的人那个呀。徒弟，俺做苦的。今年俺娘不说。
上，可能我也的。等等，一个门。人就这么对着到那人来几个人？俺昨天在深圳来的。可是俺年轻那里团呐，那么看俺过去的，你别问我是的，俺本着这看他忙不用的，这个我来这边呢，干不过我吃，死不过我你去吃。年中最难没的，我那个俺年轻那里写咱们同学。让妹子的，那不得要我去爬线的，大概这个人。江导演，我是倪导老师。你来接我们了，我们晚点到那噻。那是谁呀？你噻？对，还有我们做分析的、吃的、睡觉的地方。C298航班已经到达本站，敬请。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江导演来电，接受，按钮。这把江了给考来说。喂，你好，江导演。喂，我是倪的老师，我们遇到些困难了。江导演，我们翻车了，差一点掉进河里了。大姐，咱们可不中的。大兄弟都是开好队的。喂，你是谁呀？我是索朗。索朗？不对，我是倪的老师。倪的老师？喂。大民族。哎。喂。哎，你好。哎，我跟您问一下，跟您联系的是一群孩子呢，还是一个老师啊？你问我，我怎么记得那么多？你见到人不就知道了吗？我告诉你，出了问题你负责。笨蛋。导演，这个。
还办来不是？俺这两个闹嘛是吧？我做两周给。母，我做老米，我做马路那家给4个的。这让我钱呢，我做很多钱啊。就做俺你都有那这个的吧？他这边讲了，我这做俺用个人是个教长，到教长。这边讲了，俺这里啥关系的？但他考我老门的，俺很这教的。教长给你的了，人到了今年这个那个半天，去做这教的，俺老给徒弟。走了，别上就我肉不是的。来了，好了，这咱9点钟嘛，现在9点。来了，9点到这。俺你真的对你出工作，俺能够听你经验，我等到没几通过月的，就是那说你那个没几通过嘛的。不对，让给我就是讲，俺让不能打这个。来，进去。快报警！怎么回事？别着急，慢一点。一个盲校的老师和几个孩子，他们好像出事了。你是谁？干啥？说呢？今朝看看住个。您这哪写当个主？对，俺来写当也干不赢。前家长俺是你们的这，日家长通过这俺是你们的队长，俺来通过月，俺那两周年头我们都上啊。徒弟，教我这了俺是你们的体育的，就说教我的年多久，俺这个没。对不对？这嘛是年包装。俺这个。徒弟，让人点么子啊？今天年包用不是吧？年包着的。还可以说。看成是这里面，其实就我们都是吃的了。那主要嘛的，那哪儿出去的哇？俺阿伯哪儿出个住的，哪儿接马拉不去是，今朝来吃的。你这有些就要嘛的。
所长，发现一对摩托车载着几个孩子。所长，车队刚刚经过拉萨大桥，现在很快进入市区。出发。谁是你的老师？我不是你的老师，我是所长。口气可以呀你啊！我会拉弦子。我是卓玛，我会唱歌。我是格萨，我会吹硬笛。我是土丹，我会带路。给你的腊鱼币，摇本。哎，你们干嘛去？你们准备去哪儿？去珠穆朗玛峰。那你们来这干嘛？绕道送孩子。走。你都把我都送干了去。你们这有没有免费的律师啊？你们不能抓我，我是小孩。老师，咱们再商量商量。我们不去。小爷，你有什么要求您就提。在西藏，会唱歌的孩子多着呢。可是孩子们想去啊。他们去干嘛？为了同情我们这些盲人孩子，还是为了提高你们电视台的收视率？你怎么能这样想呢？我只想保住图丹的眼睛，他唯一的眼睛也快失明了。马主任，这小朋友，俺都落着去。俺这来啥不都来差不的？俺老没。俺来了个没。
用慢点，落着。你的事，哎，你慢点，慢点，考虑考虑，再商量商量，好不好？您的校长，孩子们想唱歌，那是他们的梦想。我才是他们的老师。我们要帮助孩子完成他们的梦想。钢琴，我送你一台钢琴。你想贿赂我？你看，不，你听。到了深圳，你想去哪儿？告诉我，我带你去。我去过深圳。啊，那你还去过哪儿？我去过欧洲，还去过美国。哎，那我跟你聊聊电视台吧，你可能对电视台不大了解。我上过电视。哦，江导，你在电视台负责什么工作呢？我在电视台什么都负责。哦。最主要的还是负责带演员。哦。带演员。我从这帮东西看了看来着。张导演。哎。我们现在飞得多高了？我们现在在1万米的高空之上。1万米是多高？1万米、有1万个你这么高。在海边。哎呀，也没那么大。我把好了，哥哥，你们麻烦记住，我让他走。哥哥，我这走，这走，我就没这走。朋友们，欢迎来到深圳。孩子，天籁梦想，咱们的任务就要实现了啊！给你一个铃，谢谢。
有变化吗？这个节目取消。好。导演，我回来了。哎，他们能唱吗？现在？能啊。来，好，来，孩子们都打起精神来啊！导演在前面，都好好表现啊！你不就是导演吗？加油啊！加油！我们是不是要上电视？对呀，上电视。来，把盲杖递给我。来，准备。唱这吧，好了。等等。预备。开始。那过来的，徒弟，徒弟，别放。就他了，好。他们早就偷的人，早给过来不花少数多。对的，刚刚对你这拿少头发送啊，甚至类似那人跟过来也是的。大舅你看中的。就是嘛，宿舍嘛当把钱，俺这就给当主任。成都阿家革命的要不民族，俺这有的说是年的拿钱。台长，啊，我知道，收视率肯定没有问题。你放心，宣传点我都已经做好了。导演，你让我的孩子们一起上电视吧。啊，台长，我这边先处理点事，晚一点打给你，好吧？好。导演，你让我的孩子们一起上电视吧。他们是一起来的。昨天姜导演都说好了。姜导演？对不起，我们的节目也有我们的规矩，我帮不了你。导演，那钢琴我就不要了。什么钢琴？好，非常感谢上一组选手的精彩表演，谢谢。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选手非常的特殊，她是来自西藏的一位可爱的小女孩，有请。
接下来的舞台交给卓玛。整个那个发型会显得人太成熟了。等会儿。说什么呢？选手怎么回事啊？下组选手上场。怎么了，卓玛？啊？卓玛，怎么了？怎么了？卓玛，指纹跟紧一点，给他标记的位置啊。导演，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我知道他们情况特殊，有什么愿望，我可以帮他们申请，尽量满足他们。他们的愿望就是上电视唱歌啊。机会我已经给了，他自己不唱，我有什么办法？就该自首。拿着。첨투 만제우디 니노주리 종키나 민탄타 이니엔자 민멘도와 이니엔자 차만 가져 놓으요래 이네 아자 좀다 얘님들라 민기 만도네 셈나 점린디니 간솔레 세워요래先把他们这个。俺就哪几个人？是哪儿？就往对那哪？就往这出来。就往这个些他个人，哪几哪确实打开前的用过嘛的？俺就没信任到用着的，俺就我看这个些咋呢？用过嘛的？对不起，是我没用。不怪你，想唱歌，到哪儿唱都行。俺走喽。我以前参加过钢琴比赛，第1名。可我认为第1名应该是别人，就因为我是盲人吧。过分的同情也就是歧视。也许是你太敏感了，就像你这个墨镜。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它，你只是习惯了用它来保护自己。不对，你们戴着墨镜
也是为了让别人看不到你们的眼神。这一点，我们都是一样的。你我都在同一个世界里。现在很开心，什么烦恼也没有。有时候，我们应该像孩子一样。他说什么？妈不，塞不，真不，干不。母亲。让他这么多。今天就安排手术吧。好的，张医生，谢谢您特意赶过来。啊，不客气，不客气。睡吧。Aqui sai. Deixa de olhar isso, né? Eu te amo, Coliax. Que lembre.
现在管理的就让这个，莫哥，那个来带一个没？你包了就罢了，可你做了弄了，ini macam sama, kuning tak singkir ya. Cara kuning tak nak. Cara mie tak sana, mie suka yang ku. Macam nyam dolor. 大家都知道，西藏地区的这个日照时间很长，紫外线非常强烈，所以白内障的发病率就很高，而且还是遗传性的。这次检查发现图丹晶体移位，几天前我给他做检查，没有发现有这样的情况，这应该是外力造成的。你能不能告诉我，图丹最近发生了什么事？他在路上从山坡上滚下来了。哦，他们说在路上还翻了车。张医生，手术会能成功吧？如果现在不做手术，那就彻底看不见了，是吗？是的，很快。成功率到底有多少？这我恐怕不能回答你。李道老师，图丹的眼睛必须马上手术。我想再考虑一下。你如果风险那么大，那就不做手术了。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早就习惯了。要是有点希望，要有失败，对一个孩子来说，那是太残忍了。我要看见。我想再看见。我要做手术。林道老师，我还能为你们再做些什么吗？你已经为他们做了很多，谢谢你，江导演。你别再叫我什么导演了。其实我就是个小助理，我是个失败者。你是真心的帮孩子们，我心里也明白。江导演，哎，我们玩个游戏吧。等一下，等一下。往前走，不许偷看。哦。什么感觉？你害怕吗？你再往前走。我5岁以前能看见，和你一样。
什么感觉？你要是一辈子都这样，你会怎么办？可我不是盲人。我把他们带来是听了你的话。现在已经很晚了，你知道吗？明白。今天图丹唯一的眼睛也瞎了。他们要的不是同情，是一个机会。最好了，好吧？啊，然后那个刚才还有一个，我记得是第3个节目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深圳电视《天籁梦想》的录制播现场。世界上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拥有人世间最纯净的心灵。相信稍后他们给大家带来的更多的是一份感动，一种执着。好，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台，有请。此刻站在我身旁的是一组远道而来的选手，他们从茫茫雪山千里迢迢来到这个舞台，因为有梦想，再高的山，再远的路，对于他们来说都不是阻碍。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愿望是什么？啊，这种吗？我是卓玛，我们来自西藏的盲童学校，我们上电视就是想证明我们这些盲人不只会坐在家里织布，在按摩院里按摩，和在盲童学校里等着一天天长大，就是想让所有人看见我们能唱歌。我们还想通过这首歌，让我们的好伙伴图丹能再看见这个世界。
就是那。好，接下来的舞台交给这一组选手，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西藏的歌声。导演，你找我？这是你的节目，你来喊开始吧。我给你机会。谢谢导演。来，各部门准备，进点。Om Tare Tu Tare Tu
달에 콘도 삼아 소소의 부삼도 인교를 정하래. 니 부삼이 콘도 삼아 로치기디.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要唱歌给大家听，让大家听到我们内心的声音。这一排，这个黄线这一排，对。我们来自于西藏拉萨盲童学校。今天给我们表演什么？合唱。合唱。好，我们会非常安静的听来自于青藏高原的歌声。这个歌泰语叫什么名字？天下父母的心。天下父母的心。孩子们的天籁之音真的是非常感动我们。我特别的感动。其实我觉得看不见的孩子们心里比我们都辽阔、自然、清纯很多。他们发出来这些声音，就是叫天籁。